台湾国的国民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咱讲台湾话，建台湾国。我是长毛。讲到猪，毋知影大家的头壳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嘞？是爱食，逐工拢咧困，懒惰，还是伫热锅糜内底，甲家己补甲乌糟糟，臭咪摸咧。毋过，伫嘉义蚵仔寮有一间庙，拜的是猪母娘娘乌皮夫人。今日台湾几啊个，就要来甲大家讲猪母娘娘的传奇。古早进前，伫嘉义的蚵仔寮，一户饲猪的。有一摆，伊厝里的猪母连续2天暗时偷走出去附近的田园偷食人的番薯叶。番薯园的主人伫第3天发觉到田内底的番薯叶拢去互偷食了。迄暗，伊就秘伫咧田沟仔内底，想要看觅到底是谁来偷食。半暝仔，猪母佫偷走出来要食番薯叶，这些人就看到，就甲猪头举起来，想要甲吓惊。想袂到，迄猪头煞袂拄好，为猪母的边仔甲卡落，猪母自然的就来死咯。过顿工，饲猪的无看到猪母，伊就走出去外口找，伫番薯园内底找到猪母的尸体，伊甲尸体拖转去厝里，甲破腹，看到腹肚内底有12只未孵出世的猪仔囝。听讲迄饲猪的，伊是组团的维护仔师，为着要报仇，伊甲猪母的头斩落来，浸伫咧庙内底，浸779天，刷落来，伊甲符仔搭伫咧猪头顶悬，待伫咧番薯园的附近。无偌久，迄番薯园的主人就转来过往咯。伊的魂魄甲猪母做伙落地狱，一看到阎罗王，猪母就发冤枉。伊讲，伊要甲这13条性命全讨回来。所摆，阎罗王就赐予猪母乌灵旗。啥物是乌灵旗咧？乌灵旗就是互冤魂要讨命的合法证明。有这面乌灵旗，猪母的阴魂就伫蚵仔寮四界咧作乱，饲猪的甲种番薯的，因兜规家伙仔拢因为安尼来死去。住伫蚵仔寮的人，毋是田物件种袂出来，无就是迄土豆甲掰开，内底煞无土豆仁，因为拢互猪母食了咯。因为猪母实在愈来愈超过，
母甲规个蚵仔寮民不聊生。蚵仔寮的妈祖就决定要出面来苦劝猪母，毋通甲安尼落咯。猪母最后同意讲，伊袂阁作乱。蚵仔寮的人嘛知影猪母伊死甲做冤枉，就伫蚵仔寮起一间庙来甲奉台。落尾玉皇大帝甲猪母的乌灵旗收转来，甲猪母册封做乌皮夫人。这就是嘉义蚵仔寮所流传的猪母娘娘的故事。老实讲，猪母鬼的故事，伫咱台湾，迄是定定听得到。比如讲，伫台南的北门有一间将军庙，当初时，嘛是因为冤枉死的猪母伫遐作乱，当地人经过了既富千岁的指点，去迄间庙拜冤枉死的猪母。猪母的怨气才来消。阁有伫日本人统治咱的时，日本人因为写一本台湾昔满那时，内底嘛有一篇咧讲猪母鬼的。故事是安尼讲的：伫迄个时阵，有一只猪母死去啊，去用抬起来。猪母伊伫这段时间吸收日月精华了后，转修炼做精，住伫咧一间庙内底。猪母鬼伊爱食人，伊将一个捡伊食掉的姑娘仔收做查某囡仔，叫查某囡仔不三时就去甲别人挂入来这间庙的住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查甫人，伊来到这间庙要过暝，查某囡仔毋甘迄个查甫人去互猪母鬼食掉，伊就现身，来甲提醒，叫伊爱注意，这间庙有猪母鬼，伊会食人。查甫人听煞，伊为着无要阁互猪母鬼踮遮共害，伊就来使计创治猪母鬼，互猪母鬼来答应离开遮，袂阁再害人。迄姑娘仔的尸体嘛变转来肉身，查甫人就甲迄个姑娘仔结婚，阁生一个囝。不离过，猪母鬼
因为去互创治，伊真毋甘愿，怎翻头转来要报仇？迄查甫人因一家伙仔，知影猪母鬼转来要来找因报仇，就赶紧秘入去庙内底，好佳在猪母鬼倒来到庙内底，怎去互庙里的一支宝剑来拄互死？猪母娘娘甲猪母鬼的故事，咱讲到这，毋知大家敢有介意听？讲起来，像即款因为冤枉死的，化作鬼精，伫人间作乱的故事，实在互人听甲真惊吓。毋过，这个故事，济最后拢是有好的结果。伫猪母娘娘的故事内底，咱看到咱台湾人的台湾性，咱也知影毋对，咱会诚心诚意的悔改，而且咱毋若改，咱阁改甲互人感觉会对，亲像伫蚵仔寮，伫旧历的4月20号，猪母娘娘生，规个蚵仔寮就会穿青草来敬拜猪母娘娘，啊，猪母娘娘嘛会保庇蚵仔寮风调雨顺，囡仔身体健康，老人长岁寿。啊，若要知猪母娘娘有偌圣，伫迄阵，规台湾拢咧烧明白的时阵，听讲猪母娘娘的庙是愈暗愈热闹，足侪人会专工来到遮，来甲猪母娘娘求明白。今日的节目差不多要结束啊，毋知各位台湾国的国民，感觉伫别位，也是你所出生大汉的所在，嘛捌听过猪母鬼的故事咧？这个故事拢是咱台湾国的国宝，咱原底就爱甲因一代一代的传落去。毋过，因为中华民国的市民，伊甲咱讲，咱拜的是怪力乱神，咱信的全拢是无知的迷信。伊将咱的根全部拢斩获掉，互咱无家己的故事会使交囝儿是谁讲，将其买。咱所会记一个，咱有法度交囡仔讲的，就敢若剩因中华民国为中国所炸过来的神话甲故事，
今日的节目就到这。透过台湾几啊个的故事，互我长毛甲大家台湾国的国民来找找台湾的妖魔鬼怪，互咱知影过去的台湾人是安怎用因的目睭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嘛，互咱继续讲台湾话，建台湾国，大家平安出头天。多谢。树啊，双啊枝，心啊明，保佑我祖先来。海底千万唔通你来做风台。台湾后来何所在？经过300年后，悄悄。